迎收睇特別樓盤報道。今日帶大家睇下呢個本地優質嘅海景單位。一入到嚟，首先見到嘅係非常闊落嘅客飯廳，整體設計走簡約現代風，配合溫暖嘅木地板同大理石紋背景牆，營造出有品味又溫馨嘅居家感覺。跟住睇下呢個獨立廚房，廚房用咗新木紋櫥櫃，配搭對比鮮明嘅格仔磚牆，入面配備雙頭煮食爐、大型星盤同埋極之充足嘅儲物櫃位，格局四方，無論日常煮食定收納都非常實用。而單位嘅最大賣點莫過於客廳連接嘅呢個景觀露台，一推開落地玻璃門，眼前就係無遮無擋嘅維港開揚海景。無論係日頭睇住船隻往來，定係夜晚欣賞繁華燈火，都可以擁有極致嘅視覺享受。客廳特別做咗升高地台設計，唔單止大大增加隱藏式嘅儲物空間，仲巧妙劃分出休閒區域。旁邊仲設有獨立工人房，配有層架，收納彈性大增。隨後我哋嚟到洗手間，採用沉穩嘅黑白大理石紋理瓷磚，配合乾濕分離嘅玻璃淋浴間，空間時尚之餘，清理保養亦都非常方便。最後嚟到睡房區域，主人房空間闊落，可以放到大型衣櫃同大型床架。其他睡房亦都同樣方正實用，光線充足，每間房都擁有一線嘅維港海景，好適合家庭靈活配置做 BB 房或者書房。總括嚟講，呢個單位憑借優越嘅海景、實用嘅空間佈局以及精緻嘅裝修，為追求生活質素嘅買家提供咗一個極具吸引力嘅置業選擇。以上係今日嘅特別樓盤報道，再見。